黄老师，你觉得今天状况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错。真的？ 3个月前，你可以想象他们现在的声音吗？我觉得很有机会。其实我觉得任何一部片最大的敌人都是天气，真的都是天气。然后因为天气是不可预知的，即便是你前面做了再多完善的准备，但是你到了现场下雨就是下雨，这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这部片其实最大的敌人也就是天气。很多的场景都是在高山上，然后在山上的部落、山上的小学拍，然后本来是好像是幻想能够就是一整天可以拍到5点，差不多可以收工，但是我们通常都到了11点，那个山上雾都会飘进来。因为在山上拍摄，因为我们海拔蛮高的，小学很漂亮，面山谷这样真的很美。可是突然就是这一刻还这样晴空万里，但是5分钟之后就整个就变成雾蒙蒙的，就是我们整个人就在云里面了，你知道？那就可以看到很多工作人员都在里面苦中作乐，因为真的没有办法，雾真的太浓，能见度大概只有3公尺。我刚看过了，大概还有3公里吧，都长这样子。听见歌在唱，4月16号全台上映，要来电影院看哦。我记得我之前不知道拍什么东西，然后都是跟小孩或者是跟狗，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说我可不可以，我就是再也不要跟小孩一起拍摄工作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非常困难这样。但是因为我太被这个剧本给吸引了，我太喜欢了，喜欢到我忘了这件事情，我突然吓一跳，然后突然惊醒说，我怎么又跟一群孩子工作，而且不是一个，是一群，就是自己有点被吓到。我超喜欢小孩子，所以我很珍惜这个跟他们相处的那个每一刻，因为他们给我的感受都是很纯真。因为小孩子真的有时候太活泼了，精力充沛，然后有时候很难控制，真的很皮，有时候很想给他们飞踢这样子。好，来注意，注意。可是渐渐你发现，只要你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跟他们沟通，他们听得懂，他们甚至知道表演是怎么一回事。跟这个地方像延伸过来，刚好带回到他。他们甚至懂了该给自己一个什么样子的设想，该给这个角色一个什么样的设想，我还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动作。其实我看到这些东西，我是蛮感动的。从不会拍戏，从不会唱歌，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，其实心里都会有很多的感动。我知道他们因为这个电影有所成长。谢谢工作人员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就来电影院里面吧，感受我们在玉山上唱我们自己的歌的那种感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la， 推荐大家走进戏院看《听见歌在唱》。这部电影有多好看呢？就是刚刚好的好看。